大社国际最新公布的报告指责中国在东突厥散采取系统性的暴力方式对待维吾尔人。报告称，过去一些年，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被投进在教育营并遭到酷刑。大社国际组织向超过50名曾被关进在教育营的东突厥散人了解过他们的经历和遭遇。按照这些证人的描述，中国官方试图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这份160页报告指出，从2017年初开始，在教育营被关押。东突厥散在教育营关押过至少100万人学员，另外还有数十万人被关押在普通监狱。除此之外，数百万人都遭到系统性跟踪和监视。国际人权组织大社国际本周3公布的最新报告中，要求中国迅速关闭这些在教育营，同时呼吁国际社会结束中国制造的这些反人权犯罪行为。大社国际的德国分部亚洲事务专家贝尔格曼说，在东突厥散已经成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监视系统，并形成了一个由数百个教育和改造机构组成的网络。他说，这些教育改造机构实际上就是拘留所。他说，酷刑和其他方式的虐待在那里都是家常便饭。在美国及欧盟在贸易、技术、香港及维吾尔人权议题上不断施压之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周4表决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中国橡皮图章全国人大的常委会星期4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作为人大此前所称的为中国反制外国制裁实体与官员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和保障。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以表达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权和香港民主活动受到的打压的关切。这也引发中国对美国、欧盟政治家和官员的反制裁措施。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已就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中国科技公司构成的安全威胁，以及威胁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和民主政府形式的措施，对中国实施制裁。另一方面，今年年初，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盟国家因维吾尔人权问题决定对北京实施制裁。日本首相菅义伟与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座谈到台湾时，罕见地以国家来称呼。据印度时报的消息，菅义伟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言时，在谈到其他国家实施的新冠病毒措施时，将台湾描述为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对此说，这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原则，违反日方至今多次做出的不将台湾视为国家的郑重承诺。中国外交部已向日方作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立即作出澄清。自1971年以来，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一直保持不确定性。美国商务部6月10日星期4宣布，吉纳雷蒙多部长今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通了电话。雷蒙多部长向王文涛介绍了拜登政府以美国工人为重点的经济政策，同时对中国不公平和扭曲市场的产业政策表示担忧。雷蒙多部长要求中国政府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对美国技术加强保护，严防未经授权者的非法盗用。中国商务部当天也表示，王文涛与雷蒙多就两国商务领域内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坦诚并实务地交换了意见。中方表示，中美商务领域对话交流十分重要，同意推动贸易投资实务合作健康发展，妥善处理分歧。美国总统拜登9日开启他任内的首次海外之行，向国际社会宣告美国回来了。他试图借此向世界重新证明美国的地位。拜登出访的第一站是皇家空军米尔登霍尔基地，访问美国军队及其家属。
他在那里阐述了此行的任务。他说：“我们要清楚地表明，美国回来了，民主国家正站在一起，应对最艰难的挑战和对我们的未来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致力于用实力来领导，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并为我们的人民提供服务。”在拜登发表演讲前不久，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已经与辉瑞公司达成协议，购买5亿支新冠疫苗，预计在未来1年内捐赠给低收入国家和非洲联盟。